跳下热讲讲。观众朋友啊，今日嚟講係勞工英語潮盟友66，唔好少年太強目；盟友88，唔好少年目足下。平常时都係捱到答唔錯，也係第一擺看到春殘哥嘟車哦。我同你講啦，個現人打鼓有時錯，腳蹼踏錯，馬沙摸，喊得膽臭一般意思小嘢啦。哦，春殘哥係咩年紀時態？數腳冇嘛靈發啦。啊，你意思小嘢啦，個意思冇攞啦，等於演技好睇到嗬，意思為啲歲月不妖人嚟逃離啦。用講呢？因為呢個勞工英語講係太強目啊，是專業啊，因為隨時來咧，個骨節腳骨筋骨，嗰條裸體嗬是不應看出嚟，個外表咪唔同後生嘅書得按好看，看緊木珠黑啊，咪係因為木珠老化咧，所以嗰條老人家木珠蒙嘅甚至嗬搶樣看唔到嘅比率是好高啦。也係人體哦，到老嘅書得上咪多到嘅事情啦，呢度做唔得錢財小嘢啦。因為嗬冇好本意嗬，永久嘅後生健康，早晚要營業，呢啲是為督導呢。春殘哥唔是笑啦，人家同頭髮冇共樣哦，佢美容宿舍咯按普遍，係講面孔打雜，還係有老人版，我等之後哦行呢個美容診所，2、3下都夾夾嚟啊！姑嫂唔是笑，我變太腳毛啦。錯啦，頭髮哦係因為個醫學唔發達，術數唔普遍。唔過也現代人冇做迄個問題，像個老花拍那種，哎呦，像戴目鏡冇去開刀，一下就結結了呀，唔會冇事情就冇做黑嚟啦。就呢度樣講起來，呢度係除到現代人嘅健康問題好少了。係啊，唔錯，嚇，那唔錯。是拿腳來講好咧，呢度蛇眉人啊，創頭以為作嘅高踭係作出問題啦。咁咪腳河流皮，食腳趾公外翻腳趾變險，冇食個切條板出上。錯，我都係按你呢，姑嫂見教冇嘛咁做嘅很天高誒。韓國跟目中未強壯啊，一下成年啊，前早是開始學天咯，看天時打天通，所以嗰度國中國小大目鏡嘅啊，越太多呀，係講老嘅目鏡那下來啊，跟目中比較老人家很好拿咪嗬，不算多喎。我就係哦，我ክን手幾多白兔呢？冇咯，個很好唔是講嗬，嗰度因為考試工作壓力好大啊，冇人冇人，三餐又冇健康，運動又挺好啊，所以跳擺嗰條老人家就會出到嚟平啊，一下年嗬7後生8後生啊，是出到嚟日落日到咧。哦，5000咯，一生都平通哦。冇錯，按用講起來，現代人都有可能提早變老變trẻ，全身機能退化，發蒼蒼，死茫茫，空到話冇意思，想愛出門冇體力，想愛賺錢冇人搶，想愛戀愛冇紅旗。啊，春殘哥，我冇愛啦。唔是笑，我講了就嗬，唔係為咗行呢啲嘅啊，係為本大家啲嗬健康嘅可貴。很好重要嘅嗬，係為啲因為老了上冇奈何嘅事情，應該學習，要買來尊重別人嘅生命。捱啲咧，姑嫂啊，面對生命嗬，係去堅持到一樣好。做人哦，最冇天硬啦。人講人無千日紅，花無百日紅。係啦，一出嚟基本係勞工英語啦。盟友66，唔好少年太強目；盟友88，唔好少年目足下啦，目足下。